呢一個人你一定要識佢啦，佢就係 Dr. Maurice Barnett。喂，上集你唔係講緊保險歷史咩？上一集講咩唔緊要啦，最緊要嘅就係而家講緊呢一個係一個近代偉人 Dr. Maurice Barnett，係一個南非嘅心臟科醫生，佢亦都被稱為危疾保險之父。話說佢喺治療病人嘅過程入邊咧，發現咗一個好悲痛嘅結論，他們確診了，獲得治療，活了下來，可是他們在財務上卻死了。因為有一個34歲嘅單親媽媽患咗癌症，雖然成功咁切除咗腫瘤，但係為咗維持生計咧，要立刻返去工作喎，過度疲勞，以致到個癌症又再復發，到最尾離開咗呢個世界。Dr. Maurice 咧就得出以上結論，就好似梁朝偉咁講。手術成功。不過病人釘咗。呢一個嘅個案呢，促使咗 Dr. Maurice，佢設計咗一種能夠解決病人出現咗重大疾病嘅時候，可以獲得一筆嘅保險金，用嚟做醫病費用嘅保險產品。所以世界上面就出現咗第一張嘅危疾保險單，呢一張單就喺1983年10月6號出世啦。至於喺香港最早嘅危疾保險係幾時出世呢？其實就喺1980年嘅後期，不過呢都唔關你事，真正關你事嘅呢，就係保障到你同你屋企人嗰份危疾保險係幾時免洗呢？唔係喎，我又聽過一種講法喎，即係買咗高端醫療就唔使買危疾喎。咁咩醫療費都賠足晒啦，仲使咩買危疾呢？如果你有呢一種嘅諗法呢，咁你就要睇埋下一集啦。